各位注意睇啦，將五花肉同埋蘋果一齊放入鍋入邊煮一煮，呢個係白切肉肥而不膩嘅關鍵。再淋上秘製嘅料汁，口感真係有驚喜喎！大家一定要收藏起身試一試。首先我哋要準備一塊二刀肉，佢介乎於豬後髀上方第二層肥瘦相間嘅五花肉，3分肥7分瘦嘅比例非常之靚㗎，肉質緊實唔老柴。洗乾淨之後喺中間搲一刀，唔單止煮得更加透，後尾亦都可以更加容易入味。然之後凍水落鑊，俾啲薑片、葱段，再將蘋果切成嚿一齊放入去，冚翻上蓋，用中火燉佢30分鐘，煮到佢筷子能夠輕鬆吉得入就 OK 啦。如果煮得太耐嘅話，切嘅時候容易散㗎。我哋將煮好嘅肉留翻出嚟，攤凍之後再切，跟住空碗入邊放入啲蒜蓉、薑蓉、青紅辣椒、1羹辣椒面，唔食辣嘅可以唔放，再淋翻一殼滾燙嘅熱油，調味呢，我哋就加少少鹽，半羹白糖，中和啲辣味仲可以提鮮，一細羹嘅松茸鮮，半羹香醋解膩，半羹味極鮮，用筷子撈勻佢就 OK。呢個料汁口感酸甜酸辣，解膩又開胃。各位刷到呢條視頻就係緣分，唔該對住個屏幕捽兩下小紅心，鼓勵支持下咧，多謝晒。跟住落嚟將唔使錢嘅青瓜洗乾淨，用我單身咗30年嘅刀工將佢切成薄片，你哋亦都可以用佢批皮刀嘅，你睇又薄又透，非常之完整。我哋攤凍嘅五花肉盡量切薄少少，好食嘅同時亦都可以擺出好靚嘅造型。跟住一塊肉就放一塊青瓜，將佢對接起身，一個擲住一個咁擺入個盤入邊。青瓜嘅清爽可以中和啲油脂嘅油膩，一啖肉一啖青瓜，好開胃㗎。最後將調好料汁均勻咁淋喺肉片上邊，等每一片肉都能夠染滿料汁。咁樣做嘅蒜泥爆肉軟糯唔油膩，搭配住青瓜食起身清爽又開胃。無論係送酒定係家常食都非常之哇塞嘅。記得關注南靈蓋，帶你食好菜。